古时13年航梯归路卡的路况，中小妹妹把轮书包，读书的路当然来去最少各爱半点钟，也会长时间出装石头路。平常时路是做农的阿公阿婆负责来照顾伊。不过现阵头摆嘅经济环境唔好，几多阿公阿婆教育长途路过大，就算有心爱伴孙的孙女，完整嘅教育环境实在也无吹跳。年孙的阿婆阿公么发到教呢？好。家书到也冇重要，受苦较钱的看有啦，较少人存啊有难冇。亚早礼拜前，中华地区甚至传出认真阿公阿婆唔识字，使到脱手和3年生嘅小阿妹嘢，下中亚被世界不视为跌高为90名天数。看到安尼心肝胃痛嘅理由，其实咪反映出几多隔代教养家庭有啥无法度教嘅问题。8月的第1天是几月几日？这是8月的第1天。教论4年的读书态度公结的总理，9年前加来推办，本但是中国安徽省人的伊，反而沟通无太嘅困难。不过认真简体字同脏体字嘅政策，使到总理下摆还係會督導無法度解答4年的問題嘅時節。同樣嘅情形對近年來嘅公小院也有，特別係中文嘅注音符號，成為以學習上嘅潛在障礙。这样可惜后就是破破摸破，就是很难拼呐、都现在还很难拼。像牙太就本给去安亲班，我本是教育功课啊，就本给去安亲班。这边都是用繁体字啊，那我们那边都是简体字，写的也会比较简单。刚开始我是用猜的方式，就是程度还没那么高，是国小啊，对啊，国小幼稚园，所以我还能够应付。对，就是说以后如果他有问一些我没办法回答的问题啊，就是觉得很难的哈，跟这边文化有关系的，我不懂的，我就会说等爸爸回来，你问爸爸好了。现在2年文史无共用，同文化方嘅所长，使到新移民父母喺处理亲子关系同成人嘅教养问题上出现巨大嘅挑战。几多新移民嘅母国，像菲律宾，其实平均都有中學以上嘅教育程度。不過來到台灣，睇意向落地生根，使本人看作社會嘅新文幕。Kita bekerja di sini sangat mendatangkan keberuntungan. Andaikan dapat majikan yang tidak baik, ya kita harus bersabar. Tuhan pasti akan mendengarkan doa kita. 充滿夢想，撒有存在文化之間嘅矛盾同衝突，也出用牙之美，講出外籍勞工來台灣這條路嘅心情故事。許多嘅女主角莫愛鳳，還認真也出單元劇，變做金鐘影后。轉身，好，5、6、7、8，可以嗎？到台灣為6年，現時生活都為莫愛鳳，唔單止歸校戲劇同舞蹈，而也歸強美，使忙學習各項新的事情。古人居技術，即我這天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過外鄉。認真的配合學校教過嘅5年歷史，也細細嘅圖書館，都係莫愛鳳明日圖書嘅所在。雖然論拜睇家鄉學歷都唔會冷嘅，不過來到台灣，各項都愛從頭學。複式 y 加上3乘上2x 負，我從空做起，從空1、2、3、4。我出去設計結構，學 ABC， 來台灣來學婆婆模糊。可是我覺得，不是你不會，不是你不懂，是你要不要做。只要肯努力，我相信這些問題應該我們有辦法去克服它。
因为爱适应新语言，对认识注音符号开始，莫按放要多转去读一走路读过的东西。喺同學嘅成功度，而韓國係優秀嘅小先生，也所有嘅成就同表現，都係希望本身人嘅更好嘅生活同教育環境。每一年、每雜誌，我讀過嘅好好嘅記得。我相信就一年，這書啊，對我的生活都有幫助。希望我可以給他一個好的生活。好的教育，讓他能夠覺得很驕傲的。他媽媽雖然是金陵人，佢媽媽雖然是外籍配偶，不過唔係蒙中嘅人。團舞會啱啱嘅灣里國小教人，使有一隻骨頭天賦行公公。客家數年嘅哥哥，睇上嘅談論線上下事，培養過去加到異鄉嘅一群媽媽學生嘅，細慢嘅學下事練發音，每個講嘅面孔如係認真嘅表情。自家來讀書，也身上帶能聲音嘅，向下做簡單嘅練習。來補教讀書，透過文字認識嘅台灣文化，和幫佢哋同聲音嘅距離。教聲音啊，教聲音讀書啊，聽小兒看嗰種功課啊，聽小兒聽啊用hiệu聽啊讀啊。出去外面啊，就可以看那個路牌，還有那個可以看那個買東西呀、親子共讀、交通規則、那法律常識親子教育，不是單純的一個識字，是生活周遭你可能發生的問題，我們全部把它納入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唔單止新移民細忙嘅學法文，97歲嘅阿伯公，每日都係按呢慢板三個認證嘅考論鍵盤記錄生活。90歲嘅人，阿伯公喺嚟嘅鼓勵下，利用測試措施嘅技巧，好用電腦輸入文字，而也成為青島市嘅從業輸入法備專家。說起來也不難了，能夠說啊，真是不要不說，不說以後就是要退步嘛，你跟不上時代。對吧？人家進步了，你老是跟那裡，那你就跟他講話也講不通了。譬如我寫的什麼字，他就出來一個硬起的字，那我就可以留下來。92歲嘅徐淑琴，每談論老公向下學電腦、寫日誌、搞遊戲，大半按呢還前進多年前老朋友嘅消息，而能透過電腦細慢學習，未成為實施成功嘅一群人。我們動腦筋就是打電腦嘛，還有動手就是做這些，因為一個人不動就不行，一定要動。雲林西路嘅仔床傳出上課嘅土建商，旅遊者嘅拜會嘅阿伯伯妹，唔係單槍嘅團輔助喜宴，透過自貢線上嘅指圖，而能已經識得了解經文嘅意義。這本冊專賣用會一背啊！我讀咗一年啊，就得攏無讀冊，日本時代我攏無讀冊。簡短的一些善語啊，像佛經裡面很短的詩句。我們這樣一句一句反覆的，可能一個禮拜只教個2句或者3句4句，那麼他可能也會自己自我要求，一定要把它學會。狗不叫，信乃遷，信乃遷，狗不叫，做什麼都不叫呢？老師講，狗不叫，唔係個叫啦，唔係叫個叫，狗不叫。同學之間熱心討論求進步，係台北人孕婦求人太好地位前台嘅特色。雖然一片嘅學生嘅總快路係頭腦冇碰拍，但論老花冇驚，讀書上也有18歲嘅從上嘅老人家，唔過而能唔是放棄任何學習嘅機會。
像个三只石头吼，我通嘛个鸟，我将三只石头堆起来，我就托堆吼，堆起来嘛吼，结果猛讲唔系吼，我那嘛累嘛吼，我就托唔出啊，所以讲你还就半两个我都要托吼当好，所以我是很认真来托。有一道好处，你讲出门吼，查查我可能是讲你检查牌，你不用查，去到那边我喺停那只茶站查下查，我是看有养生保健的资讯呢，我也会传达给他们认识，然后顺便在那个黑板上写上那个标题，让他们这些字认把它记起来，然后透过这个标题呢再把那个里面的内容然后传输给他们知道。照教育部社教司嘅统计，全国54嘅人口数地杯，65歲以上老人家佔為83%，有35萬4千人。教育部按多年來同地方政府持續推動成人基本教育，讓識班當年增加，到今年已經有2389班，提供4萬7千嘅民眾參加學習，確實提升呢社會水準。軍人嘅54率，面對民國80年嘅6.42%，129萬8千人，降到民國97年嘅2.22%，42萬4千人。南北教育部計劃提供各度嘅學習管道，希望軍人54率使得大過2%，態度同歐美亞洲先進國家同樣嘅水準。集合所有各縣市，你已經有研發的教材，甚至我教育部以前也有編過幾套的教材，我們希望都能夠放在一個，比如說我們家庭教育網站，或者是我們未來樂齡中心的網站，那以及各縣市政府的網站，能夠讓大家能夠資源共享。这个是越像嘛，越加越像，就算冇犯法，頭大冇碰拍，牙齒綠綠，一群早期是為台灣經濟打拼，冇係學習機會嘅阿爸爸妹，立志求學嘅心，才會堅挺。中肩部掛鐘，中流。帶動甜美希望，勇敢來到台灣嘅新住民，韓國係為到融入也遠洋嘅路卡，重新拿起課本，認新嘅國事。無論透過學校也算信用，對一個唔簡單能有嘅學習機會，大家如果珍惜，未感覺滿足，因為能總算是得對細細個個嘅文史當中，體會多彩多姿嘅大世界。